各位觀眾，大家好，我係波叔 Uncle Bon，卡卡嘅地產經紀。3月中嘅卡卡地咧，仲係咁大雪嘅，好耐咧都冇同大家見面啦，因為翻咗香港過年啦。祝大家馬年大吉！粵語嘅影視 YouTube 頻道需要你嘅支持，記得訂閱、like 同埋 share。馬呢種動物咧有一個特性，馬對風險咧極其敏感嘅，遇到危險咧跑得比其他動物都快，但行動咧又非常果斷，係咪好有香港人嘅特質呢？今次咧喺疫情之後咧第3次翻香港，其實每次翻香港咧我都係半公半私嘅，不過今次嘅感受咧又有啲唔同喎。記得疫情之後咧第一次翻香港咧，啱啱係加拿大前朝政府咧放寬移民政策。咩工簽啊、學簽啊、快速通道啊、省提名啊、聯邦提名啊，總之咧就百花齊放，門戶大開。疫情之後咧，第2次翻香港咧，就啱啱咧係加拿大政府給予香港人嘅救生艇計劃，咩孫 A 啊、孫 B 啊，令到一班本來冇機會嚟加拿大嘅香港人咧，靠住咗救生艇咧成功登陸嘅。今次咧係疫情之後第3次翻香港，嗱老實講咧，要走嘅咧都走咗啦，未走嘅咧，可能係唔想走，或者係走唔喐。今次翻香港見嘅係一批早年呢跟隨父母移民到加拿大，取得身份之後回流翻香港，冇諗過若干年後又會再回家。另外咧，今次咧仲見到一啲雙非嘅人士，咩為之雙非咧？就係爸爸媽媽都唔係加拿大人，媽媽咧係飛過嚟加拿大生仔 ，BB 一出世咧就黃袍加身啦。佢哋同再回家最大分別係，再回家至少喺加拿大生活過，甚至讀過書，而雙非咧純粹只係個身份 ，BB 出咗世攞咗 passport 就俾媽咪抱翻香港，一日都冇再留低，對加拿大可以話係零認識。不過大家都揀咗卡卡地嘅地方作為2次登場，3個時段，3個身份。今日咧我整理咗同佢哋見面內容，同大家分享。今次俾人問得最多嘅係揾工，卡卡利係唔係好難找工作？係啊，係好難揾工噶。疫情之後咧，特別係2023至2025咧，卡卡地嘅人口增長係全國之冠嘅，主要係新移民同埋搬埠人數激增。過去5年咧，卡卡地嘅人口咧增長咗19.4%，人多咗，但工又冇多到，咁自然難揾嘢做啦。咁難揾嘢做，點算啊？冇乜點辦噶，係難揾工，但係冇人揾唔到。我身邊嘅新朋友咧，最後咧個個都揾到工做嘅。卡卡地揾工好似香港繁忙時間搭地鐵，呢一班上唔到就上下班咯，總有一班上到嘅，上咗車再塞入啲，留意下有冇人想落車，捉緊機會就自然有位坐啦。揾工有咩 tips 啊？識人好過識字，喺卡卡地揾工咧，好多時候咧都係靠朋友介紹嘅。所以咧，我建議新朋友落機之後咧，應該盡快投入社會，用一切方法識多啲人。新移民咧冇幾多個咧可以做翻本行嘅，所以要有轉行嘅心理準備。如果肯放下身段，乜工都肯做，條腰彎低啲，工作機會又多啲。呢個唔係今日揾工嘅方法，係幾十年來新移民揾工嘅套路。再回家同埋雙非嘅朋友咧有優勢，就係佢哋唔需要交國際學生學費，重返校園咧都係曲線揾工嘅方法。卡卡利嘅水工、電工薪金係咪好高啊？係啊，係好好揾噶。不過大家唔好咁輕易墮入誤區，魚咧要活喺水先開心，雀仔啊要喺天空飛先過癮。要認清自己係魚抑或係雀。以我自己為例，我連士巴拿咧都可以倒轉嚟拎嘅，除咗收甲乜都唔識收。自知之明係好重要嘅，認識自己係善待自己最好嘅方式，唔好人去學你又去學。對中年新移民，你覺得還有機會嗎？機會係仍然有嘅。市場呢永遠都有機會，但喺卡卡地呢機會唔多，同埋機會嚟嘅時候呢，能夠捉得住嘅人呢，同過去成功嗰班人呢，往往唔係同一班，所以要有經營嘅耐性同專注，先做到一個好嘅 catcher。今次問地產人咧就好少啊，最多都係問下，如果係卡卡地係租屋好啊，抑或買屋好啊？我手上呢有各種數據嘅，卡卡地今年2月份嘅庫存量呢，比去年同期呢升咗16.3%，
銷售量呢又比同期跌咗11.2%，各類屋型嘅價錢呢都係跌嘅。不過啲數據都未必幫到你做決定，有人叫你趁低吸納，有人話低處未算低。我嘅意見係，到咗卡吉利之後，先用一個旁觀者嘅心態去了解屋嘅硬件同埋社區嘅軟件，了解自己嘅剛需，計算所有沉沒成本。當你唔知租好抑或買好15、16嘅時候，揀一個令你開心嘅決定。有時候咧，我會問自己一個問題，或者咧你都曾經問過嘅，就係如果而家先開始，會唔會太遲呢？人走到某一個階段咧，呢個諗法咧特別容易出現嘅。唔係因為冇能力，而我哋太習慣認為咧，重要嘅事咧應該年青時去完成。其實睇翻好多人嘅人生，都係下半場先開始，順風容易行，但逆風先可以起飛。